宝婷师姐她推荐给我的，我们来听听看她的这个原来的歌曲。这首歌很厉害哦，它原来的主唱是李健，然后呢，李健唱的时候并不很红，那这首歌是它叫传奇，然后是由王菲唱的，我们来听它原来的。而且这个阿公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给他后面，他最后还有唱一句中文。我会说要买一个这个，好像要找老爸那个。不是我偏心，我还是最喜欢这个上门的版本。好，我们来听这个《黑猫相助》。轻轻的到哪有尽头的美，那些那些都有着想你的提醒，对你从一把最坚强的路，就在你们大街吗？因为他是安多人，所以他唱的是安多音哈。那我以后我想把它唱成拉萨音哈，但是因为押韵的关系，我还是有保留几个安多的口音。我本来今天要唱这首，但来不及哈，所以我们用听的就好。
欢哈。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西藏的传统的民俗的歌谣。然后呢，因为呢，它这个回语尼路谢吉讲错着哈，然后因为呢，西藏所谓的西藏呢，就是歌舞的海洋哈。那它其中呢，包括堆蟹、拔蟹，然后康蟹、枪蟹，还有锅捉、苍妈、念波游雷哈。那其中包括像堆蟹啦、拔蟹啦哈，还有康巴来的歌曲，还有这个所谓的酒歌跟锅庄呢，其实都是非常的优美的哈。好，那但是早期呢，像这样子的歌曲呢，其实只能够在这个大型的晚会中看见哈，西藏的传统的民俗歌谣哈。那但是我现在很开心的是说，有很多年轻的歌手呢，也会在他的创作的专辑当中，甚至是在选秀的节目的比赛当中哈，他们也有星光大道哈，也有这个超偶的节目哈。然后有很多年轻人也会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歌曲哈。好，那我们就来看几首我觉得很有特色的那个歌曲哈。那其中包括了，我们来看这个也是等一下。糟糕，有点老花眼，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个，刚刚也有这个就是这个藏族的小王子哈，他这个农夫桑柱他唱的这个堆蟹这首歌哈，但这首歌其实不完全是老歌哈，他是把这个老歌跟新歌结合在一起哈。那我们来听听他的原来的唱法，它会有点像我们的类似像歌仔戏还是评剧的腔调，好，把它结合在很流行的歌曲里面。那我们来听听看。这种歌曲哈，好，但是现在因为豁出去了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它这个很大的意义存在。那里的人们唱着。
周杰伦那个《菊花台》嘛，真的很好听哦。好，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令人鼓舞的是，我们来看还有一首，这个是在他们的类似星光大道的这个表演当中，然后有一群很年轻的乐队，他们叫马吉阿妈的乐队，那他们唱的这个飞弦塔村那这首歌其实它原来的形式是这样那所谓的堆蟹，它是来自这个拉丝的堆蟹的民歌艺术那它的艺术早期是这样的形式，后来演变成一个像踢踏舞的形式。我们来看它最原始的这个民谣的这个的风貌我们来看它最原始龙头琴还是马头琴？那我们来看这个年轻人他们怎么表达这首歌。他们的第一因为时间的关系，都只能让同学听一点点哈。那因为那个因缘际会的关系呢，也有在法光任教的刘国瑞老师，他刚好出了一本全国第一本全方位学藏语的这个藏语360杂志哈。那这是一本透过文化跟历史各个层面来学习藏语的教材。那我特地征求那个苏先生跟这个刘老师的同意将我的 YouTube 频道改名为藏曲360很好玩，我就把它其中一个字改成本来是他们是藏语360，把它改成藏曲360，然后就变成全国第一个透过藏文歌曲来学习藏文的频道那我想日后呢，我不只是这个有关于不只是藏文歌曲的部分我想包括连这个藏文的发音语跟绘画的部分呢，我也会慢慢透过影音来做立体化的教学那其中包括常范师姐她提供我这个帕洛朱古她的这个学说藏语300句我也有把它变成这个影音的这个我儿子做的帮我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影音的一个教材
好，那我想这个可以利益很多的人哈。好，然后呢，这个我也会在把光教基础藏文的时候呢，尝试开始以藏文的歌曲来作为辅助的教材哈。那我有开始试用一段时间哈，那效果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其中有一首，包括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比较早期的一首。好，我一开始是在这个，等一下我要找一下。有同学很累吗？听到人打哈欠的声音。等一下哈，我看一下。有一首哈，我们在场有很多这个同学当时也在场哈，我们来看有一首。糟糕。这一首好，这个是去年的暑期班，对哈。在场很多同学在里面。我后面那个金光明小弟弟当年才3年级，你看哦，他根本没有看歌词哦。他一直在偷瞄镜头，他完全会背上好。别了，随便讲。没关系，我坐这里。然后我们来看，还有这个，来看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字母歌哈。那这首歌原来早期是一首